国家队的衔接能力，你们见过了吗？速福特幻影01特别荣获中国鞋业盛典最具专业力产品奖。速福特 Speed Art。今天分享一场刘烨博对阵彭佳静的比赛。彭佳静是华南师范大学主力之一，右手横拍双反，他的发球非常具有特色，又具有杀伤力，一般不适应的选手还真接不好。刘烨博，国家队退役选手，左手横拍双反。刘烨博最令人印象深刻还是他的正反手衔接能力，相当快又紧凑。那么华师主力彭佳静面对国家队选手刘烨博是否有胜算？下面一起来看看。最终，刘烨博实力更胜一筹，3比0完胜彭佳静，赢下了这场比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和喜爱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请点赞、关注、评论哦。